各位觀眾，今日報道一單港鐵乘客嘅衝突事件。事發時間係10月25號晚上9點幾，喺港鐵金鐘站月台。呢件事主角係一個周身走氣嘅2蚊人，同一個果斷出手嘅男仔。當時列車正準備關門開車，呢個2蚊人不但阻擋車門關閉，仲不斷講粗口辱罵車廂入邊嘅乘客。港鐵職員都到場勸解，仲嘗試拉走2蚊人，但始終解決唔到問題。列車延誤期間，車廂入邊嘅花生友開始鼓噪，就喺2蚊人再次衝向車門阻擋之際，一個男仔突然使出無影腳，將2蚊人從車廂入面直接踢飛到月台。2蚊人倒地之後不斷大叫話要報警，但係男仔呢一腳確實搞到列車順利開出。事後警察到場處理，發現報案嘅2蚊人成身走氣，送院檢查之後一啲事都冇。就住呢件事，呢個一腳超人雖然手法激進，但的確可以即時解決困局。而家嘅交通工具上面成日都有2蚊人搞事，如果只係用勸喻嘅形式真係冇用，只有武力先可以真正解決問題。早前台灣嘅一腳超人踢走搞事阿婆，今次香港一腳超人又成功踢走搞事2蚊人，兩次都係用武力解決。所以武力唔係一件壞事，因為對付唔正常嘅人就應該用武力解決，其他方式都冇用噶。唔講咁多，即刻睇片睇下當時嘅現場情況有幾咁大快人心。請勿靠近幕門，請不要靠近幕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. 乘客請留意，最後一班網絡馬洲嘅過境面前，請勿靠近幕門。From the platform doors. 報警！佢叫我我報警啊！大佬，我報警！我攞去留意。乘客請留意，最後一班網絡馬洲嘅過境面前，請勿靠近幕門。你老母就係咁做啊！你個同事咩同事啊？我唔識佢㗎。咩嘢唔識我？我做咩我啊？報警！咪囉嗦。係啦，報警咗。喺邊度？你老母嘈啊！咩嘢啊？我啊！係啦。我意思教你老母嘈啊！咩細路？乜嘢啊？正經個時候你睇得到咩啊？我乜我打死我！大埔開嘅列車即將到站，請您加到司機列車。喂老母啊！做死啊！做老死啊！為保安全，攜帶行李或帶有物件嘅乘客必須使用升降機。為保安全，請勿使用大型且務必使用升降機。Safety reasons, you must use the lift if you have baggage or items. 乜嘢啊？睇佢佬啊！唔係睇路先，唔肯行睇路邊個？乜嘢啊？我打你，唔係我打你。我話我唔花時間，我唔識佢啊！我唔識你，我唔係嗱唔識啊！我唔識你啊！我揀㗎，我唔識你，做咩唔我？因為你阻住我，你阻乜嘢啊？我你咯！哇！即係打到我，你打到我，你打到我。
即係打嗰個，冇錢啊！係咯，打高咯，即係打高咯。咁就我打高咯，明啊，哇！傻閪，你唔知啊？雖然19啊，傻閪，你唔知啊？17啊，你嗰真係唔係，怎咩未啫？打我就打我，19、39，得19、39，哇，瞓覺。請勿靠近列車，請不要靠近入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platform doors。你幾時又好啊？打又好啊？工程又好啊？工程好啊？不要瞓覺。雖然39，我呢話瞓覺。你啫，中意死，中意死，中意死。有得多嗎？我死。羅湖嘅列車即將到達，前往羅湖嘅列車即將到達。A train to Lowu is arriving。會嚟打死我！要啊，梗係要啦。係啊，快啲！係啊，唔該晒。佢有名。打到我做乜嘢？睇佢路，佢會睇佢路。